先预习一次哈，你真的隔天去上课，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啊，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你心里又很有自信。你上课的时候会很有自信，因为你会觉得我好像都懂一些，老师讲的我都懂老师讲的我都懂，我上课马上就记下来了，你会很有自信。这是主动学习，主动学习的效果一定比被动学习好。好，你先预习过后，你上课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主动学习的，甚至老师问你问什么问题，你马上都可以回答，那是你的自信心。一个人只要有自信以后，学什么东西都会很快，学什么东西都会比别人好，那是自信养成的，不是你的智商比别人好，大家智商都一样好，只因为你多了一个自信心而已。好，其实你说我今天上台这边讲，我真的有比下面的爸爸妈妈还厉害吗？没有，因为我有自信，我敢说这样子而已。其实大家都很优秀，只是有的人只是没有机会来讲这样而已啊。好，那问题预习可以培养自己的信心。好，再来第3个阅读，这个就是主轴。你上完课以后，老师给你笔记了，你自己做的笔记，老师又给你笔记了，你要怎么自己去把这些资料整个融会贯通的整理好，然后变成是你自己的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话把它说出来。就好像刚才你们在讲那个对台政策，你们能够讲出来是用你自己的话讲。好，课本上写的是作者他说的，那你要怎么把它了解之后，再用你自己的话说出来？而且我们每个小朋友都看了很多的书，好，光是这个台湾这个渡台政策禁令，这个书可能就看了很多。就你自己所了解的，课本上没写的，你又把它加进来，又说出来，这完全都是你自己的。这个叫做逻辑思考，叫融会贯通。好，如果你能够这样子说出来的话，那就是属于完全都是你自己的东西了。不管考试怎么考，你都不怕，而且这可以训练你的表达能力，因为你能够说出来。我记得我那时候你们刚来入学的时候，我们来这边上那个什么家长什么研讨会嘛，哈，然后里面有个课程，它数学里面有个数学的表达能力，那堂课我觉得有这样的课蛮不错的，因为他那带着我留下，他说数学课里面除了教数学，后面还有一个数学怎么表达，就是表达能力。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算，但是他不会表达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数学怎么算能够表达出来的话，那表示你对这个完全都懂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能力很重要，能够把你懂的东西又表达出来，说给别人听，表示你对他是完全了解。那有的人会算不够再表达出来的话，就表示你完全对他了解。所以说第3个在阅读的部分，就是你要把课本上所有的东西把它消化完以后，你还能够再表达出来，用自己的话，那就是你自己的。好，所以说呢，第3个阅读的部分就是真的是我们的逻辑思考。好。